小姐，请坐。小吉，请坐。小吉，请坐。你好，我母亲最近刚过世，我要办理相關手續。你好，我未到賬過身，我係來辦理有關嘅手續。你好，我未到賬過身，我係來辦理有關嘅手續。请节哀，我需要您母亲的户口名簿和死亡证明书。好，请节哀，我需要我妹嘅户口名簿和死亡證明書。好，請節哀，我需要我妹嘅户口名簿和死亡證明書。好，有带您自己及母亲的身份证印章吗？要帶你自家個我妹嘅身份證認了嗎？要帶你自家個我妹嘅身份證認了嗎？都在這邊，麻煩你。通盤地兩位，本意，通盤地兩位，本意。你要申請幾份除戶戶籍謄本？我申請幾多份除戶戶籍謄本？我申請幾多份除戶戶籍謄本2份。2份。2份。2份夠嗎？建議多申請幾份，後續很多程序都會需要哦。2份啦麼？建議你多申請幾份，接下來會入動到廠時都會用到哦。2份啦麼？建議你多申請幾份，接下來會入動到廠時都會用到哦。那我申請6份。我申請6份。我申請6份。好，請稍等。好，請等一下。好，請等一下。請問你知道我再來是要去國稅局嗎？請問你哋麼？再過來我愛是去國稅局麼？請問你哋麼？再過來我愛是去國稅局麼？您母親有留下什麼財產嗎？我妹有留按到乜嘅財產係麼？我妹有留按到乜嘅財產係麼？我母親有留下一塊地，我姐姐叫我去辦理分割繼承。我妹有留一塊地，我姐喊我去辦理分割繼承。我妹有留一塊地，我姐喊我去辦理分割繼承。好的，我建議你要先到地政事務所請領地籍謄本。好，我建議你要先到地政事務所去請地籍謄本。好，我建議你要先到地政事務所去請地籍謄本。再過來到國稅局申報遺產稅，接着又到稅捐稽徵處，再個到國稅局申報遺產稅，下年要到稅捐稽徵處，再個到國稅局申報遺產稅，下年要到稅捐稽徵處，查詢有無欠繳的地價稅跟房屋稅。問佢有冇繳嘅地價稅、樓房屋稅麼？問佢有冇繳嘅地價稅、樓房屋稅麼？最後再到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。最尾再個到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。最尾再個到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。這麼複雜啊？很複雜哦，很複雜哦。聽起來很複雜，但其實只要資料備齊，聽起來真複雜，不過係資料齊齊。聽起來真複雜，不過係資料齊齊。依着程序辦理，1週內就可以辦理完成了。照人程序辦理，其實1禮拜內就做得辦理好些。照人程序辦理，其實1禮拜內就做得辦理好些。我知道了。我知咧。我知咧。 6份謄本總共90元。6份謄本總共係90港元。6份謄本總共係90港元。便是除戶戶籍謄本。兩片係除戶戶籍謄本。兩片係除戶戶籍謄本。一共6份，請你清點一下。總共6份，請你點一下。總共6份，請你點一下。沒錯。冇唔錯。冇唔錯。這樣就辦理完成了。
安荣就盘里好嘞，安荣就盘里好嘞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石梦怡，好，石梦怡。